牧师几项代志提醒吼，第一项代志，咱先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讲来关起来吼。第二就是讲，咱祈祷了后，咱着安静吼，无搁再互相交谈。若要交陪，咱着礼拜结束了较交陪吼。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领受你极大的恩惠，保守阮得到十足的平安。当阮用欢喜的心，搁一遍自集伫你的圣殿。透过今日的礼拜，阮望甲你有亲密的沟通。伫即个交陪的过程中间，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安静阮的心。特别帮助阮排除所有你无欢喜的事，我用专一的心智来领受你的话，甲你的恩典。求主赏赐阮十足的智慧，互阮会当晓悟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也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无论是献诗、学乐理，或者是抒琴、书画，也是传讲信息的牧者，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找见圣神甲因三甲天地，互因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主今仔日是台北大专中心的纪念主日，阮特别要关心这个机构。这机构主要是要关心台北地区的大专校院的师生，求主赏赐工作者有智慧，互因伫校园的福音事工顶面。会当伫咧进展，也保守看顾因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互台北地区的大专校园的福音事工会当不断进展，老师甲同学拢领受主所赏赐的福气。因为主，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引带看顾，阮会当照你的旨意去行，来互万民得到福气。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会当照你的心意去推动，互更侪人得到利益。因为主，阮也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将真实的和平、公义、仁爱赏赐这个土地，也兴起伫这个土地顶面所有咧服侍的正教会，阮伫无共款的区域推动荣光你的事工。因为主啊，阮也看见着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济的纷争，有真济无合你心意的代志发生。求主亲自掌管做主，终止所有的纷争甲战争，互阮会当享受真实的平安。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52首，圣诗第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宝贝上帝，主愿感谢你，伫主日的早时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做伙敬拜、学罗你。
感谢主，你予阮伫台湾即块土地会当安然徛起，你的信手扶持阮，予台湾的百姓伫150年前马街来台湾的时阵，就会当有机会来听到福音。阮知影我还阁无够拍拼来传福音，望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好的见证，做光做盐，予台湾有愈来愈侪人会当听到福音，会当真做侪人的帮赞甲祝福。今仔日是大专事工纪念主日，阮嘛要为着教会的青年来祈祷。一日即个价值多元、试探侪的世代，有真侪青年真努力拍拼、吃头路，但是毋敢结婚、毋敢生囡仔。求主特别来保守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来发出。嘛求主帮助阮的青年，毋单单看到家己的需要，嘛会当看见阮的社会的需要，看到阮国家的需要，会当学习教会信仰前辈的使命脚业。求信心教示阮会哪用真理来建造阮的青年，互因明白真理，活出真理，阁会当用生命来见证因所信的。每一个世代认捌你的方式，可能拢无共，敬拜的方式嘛无共，祈祷的方式嘛无共。虽然方式无共，但是阮相信，阮听上帝的心是合意的。主啊，我嘛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少年人后壁的迄位代祷者、守望者，亲像当初摩西栽培约书亚共款，栽培青年、建造青年，互因长大会当承接大使命，会当真做上帝国的精兵，头前来跑走。主啊，嘛求你帮助双年教会会当真做合你心意的教会，特别来真做青年伫上帝国内面一个温暖的厝贴，因为听，互因勇敢来面对头前的路。主啊，我嘛要求你医治恢复阮中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有病痛的，求你医治；有软弱的，求你扶持。阮阁一摆甲阮的心交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信心跟着阮来领受今仔日地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互阮阁一摆会当倒转到主的面前，听你的话，嘛照你的话去行。感谢主，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够野，只是阮要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讲。这是咱撒迦来交托启文第28篇，诗篇139篇，伫圣诗的后壁第42面。我来启兄弟来用。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把我。你对远知我的念头。
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帛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心。我若就天，你伫遐；我若剃开清早的室，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压陷我，就暗暝也袂会压陷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着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为虾米歹所行无。即时咱要请信歌队领咱来学罗上帝，伊要吟的诗是：我主是我的牧者。主。
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领咱来学老主。这时，请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84篇第1节到12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1122页，现代中文译本第742页。诗篇84篇第1节到12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城到要昏去，我的心永远上帝欢喜唱歌。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婴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仔囝的寿。徛起伫你的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伊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朝圣。因经过打扫山谷，拢变作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朝敬上帝，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哪个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第9节，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埕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厝过门，嘛毋愿踮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营，毋捌留一项好面，互无好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咧行的人。今仔日信息我要请电影牧师来教阮因要带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生命的福气，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主来所敬听的蔡牧师以及咱双连教会所有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年咱的教会节期，这个主显节后的第7个主日，会当甲咱三甲做伙敬拜上帝，也通过上帝的话来时时刻刻提醒咱，怎样去确信咱成做上帝的儿女，咱有得到生命的福气。更较重要。这个生命的福气，毋是单单要互咱家己去享受，这个生命的福气要通过咱的生命，通过咱逐日的生活，常常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愿望。特别当今仔日咱要纪念伫大台北地区的大专事工，大专事工所要造就的每一位伫校园中间，无论老师，无论学生，拢是搁一遍要确信。通过基督信仰，咱有深深甲基督结连这款的生命的福气。这个生命的福气也要通过咱的一生，时时刻刻成做别人的祝福的生命的福气。请咱搁一遍三个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也特别通过你家己的形象，赏赐阮有上帝你疼惜的生命。感谢你，因为你予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一生会当时时刻刻经验你无尽的恩典、疼痛甲祝福。无论真侪时阵，阮经验艰难、困苦、目屎，总是阮确信，当你甲阮相结连的时阵，这个生命的福气时时刻刻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祝福。
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咱台北市有一间真特别的教会，这间教会伫2010年2月28日的下晡2点28分成立的。咱有人知影这间教会无？啊？叫做台湾公益行动教会。今仔日下晡，因要庆祝成立15周年。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甲咱所有教会上大无共是啥？因无礼拜堂，因无看会到的礼拜堂，因无看会到的座位，因搁较无看会到的管风琴甲钢琴。这间教会是街头教会，常常是你无看到这间教会伫遐。每一个礼拜日下晡2点28分进前，因就将大家要坐椅啊，要用电子琴，因去伫咧摆伫迄个墙栏下面，然后礼拜煞以后就将这个收起来，后礼拜日下晡搁摕来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特别经伫2010年15年前的2月28日的下晡2点28分，咱一定知影，甲28事件有关系。总是这个关系是搁一遍咧提醒，伫人民的艰苦目屎的中间，有上帝正做咱的帮助甲引带。各位亲爱的兄弟，台湾公益行动教会成立后的一年。过当年的2月28日，伫台中的台中公园，咱台中中会嘛成立一间台中的公益行动教会，伊嘛同款，每礼拜日下晡2点28分做礼拜，因嘛是同款，无看会到的礼拜堂，但是因甲咱同款是一间教会，因为伫迄个中间有耶稣基督的疼。正做因每一位信徒重要的应允甲祝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基督教教会目前有1270间的教会，有26万的信徒，其中有包括这2间无礼拜堂的公益行动教会。除了这2间真特别的无礼拜堂的教会以外，还有2间真特别的教会，叫做无礼拜是无声的。主日礼拜无声的教会，各位知影无？是什么教会？啊？叫做手语教会。手语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是无声的啦，是用啥？用因的手语来表达。台北中会有一间博爱手语教会，因每礼拜日下晡会早起，甲下晡。因照咱总会事务所地下1楼，就是咱即卖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所在，伫遐咧做礼拜。然后伫咱的高雄嘛有另外一间手语教会，这2间手语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各位亲爱兄弟，恁一定袂习惯，因为安那无声，无亲像咱有献歌队的学老，无亲像咱有赞迄个敬拜学老，无亲像有钢琴、有管风琴的声，无是无声的礼拜。各位亲爱兄弟，总是因甲人同款，伫因的心灵、伫因的身体、伫因甲上帝的关系中间，因甲人同款，每一个礼拜日，拢刻目去到伫遐，你经验上帝甲伊同在的即款的体会。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早起咱所读的诗篇84篇，是伫旧约中间真特别的一个诗篇。诗人伫遐咧表达，伊怎样心情刻目，要去到伫锡安去朝见上帝，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遐甲上帝见面，会当伫遐有心灵彼此连接的机会。通过这个诗篇内面有3节，第4节、第5节甲第12节。3遍咧讲起着什么款的人是有福气的人。早起咱就通过这3节，咱所会来学习生命的福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头一项诗篇84篇，通过第1节甲第4节，
要甲咱告别的是啥？讲性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咱的性命每一遍亲近上帝的时阵，咱的性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诗篇84篇第1节甲第2节，诗人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伫遐告别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伫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城，到要昏去，我的心情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双连教会周报第1面，伫你的正边遐就写诗篇84篇第1节，有无？伫遐写讲啥？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徛伫的所在，遐尼可爱。其实，迄是旧的翻译。我拄读的新的翻译是搁较清楚，伫遐咧表达讲啥？讲上帝你所徛伫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足意爱，意爱到什么？讲甚至要昏去啦！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昏去是甚物经验？大部分是男女咧恋爱的时阵，用要昏去，逐工仔用要昏去。若无看到，心内就开始干烦恼，爱开始思念。迄个要昏去的心情，诗人直接咧表达。望今仔日，当伊要来到上帝殿院的时阵，伊是带着即款的非常渴慕的心，望来到即个所在，伊会当经验甲上帝同在的喜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直接要告别真清楚。伫上帝的殿院是充满上帝的权能、阳光疼痛的所在，所以伊就带着真侪期待、欢喜、渴慕，要来到即个所在来感恩、来经验上帝甲伊同在，通过伊的话来激励咱，互咱更较有信心、更较有气力来面对逐日的生活。所以诗篇84篇，诗人一遍搁一遍的望期待，来到上帝的殿院，来才要见证伊甲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伫第3节，甚至有伫遐讲到，赤鸟啊、甲鹰啊，嘛会当伫上帝的殿院找着伊的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篇84篇第4节，诗人伫遐告别讲。讲徛伫你的殿的埕的人，真正有福气，因要称赞你无煞。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早起落大雨，天气阁冷，当你要来到双连教会要参加主日礼拜的时阵，你敢是亲像诗人同款，心内渴慕望要去到双连教会来参加主日礼拜，因为伫遮。毋若看到敬定的做牧师团的每一个牧者，咱的做兄弟长职搁较重要。遮你要经验上帝甲你同在的喜乐。各位亲爱兄弟，无论咱双连教会，无论我拄仔咧讲的2间无礼拜堂的公益行动教会，跟2间做礼拜无声的教会，拢同款。耶稣基督的身躯伫因的中间，是活活伫遐咧做见证。互咱每一遍来参与礼拜的时阵，也是甚至是你家己的灵修祈祷，拢同款。伫迄个过程的内底，咱拢咧学习、咧见证每一遍亲近上帝，咱的性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第二，诗人伫遮诗篇84篇对第5节到第9节。特别搁较进一步，因为伫遐见证的是啥？伊说要分享的性命的福气，是咧讲起着信心溃力拿加天的见证。信心溃力拿加天的见证。诗篇84篇的第5节到第7节，诗人安尼告别讲对你得到溃力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像锡安山雕成，因经过打扫的山谷，要变做庄园。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条件上帝。各位亲爱兄弟，诗人伫遐咧告别的第2项福气咧讲啥？讲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啦。虽然为着要去条件上帝，迄个过程
爱经过非常打扫的沙漠甲旷野地，甚至迄个白加古伊的希伯来文甲流目屎的发音真共款。作为版本就讲，伊是经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无论是流目屎，无论是艰苦打扫，伫信靠上帝的时阵，上帝将沙漠甲旷旱的地变作水泉的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世人只咧告别，伫人生甲性命，常常伫失控困境的内底，有侪艰难、目屎甲困苦，总是上帝是咱所信靠的帮助甲应允。所以，当咱若信靠伊，咱的信心溃力就哪加天，咱的性命也要成做上帝国的见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直接咧讲，当我来亲近上帝的时阵，因为我的性命甲上帝结连得到溃力，所以我哪向前，哪有信心，哪有溃力来面对人生头前的挑战甲困境。2009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新出版的圣诗的619首，这首歌讲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这首诗歌，这首圣诗是南非黑人的祖鲁族的圣诗。但这条圣诗真特别，因为咧见证的是啥？伫南非种族隔离的实况的内底，受压迫的黑人的基督徒。因怎样伫上帝引带中间，因信心溃烂，拿家天的勇敢向前。这条歌的英文叫做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伫上帝的光引带中间，永远勇敢向前。各位亲爱兄弟，南非当种族隔离的时阵，白人政府安那咧歹款着黑人的基督徒。伫咧过程的中间，种族隔离带来的艰难困苦，总是这黑人的基督徒通过这条歌咧见证。虽然是安尼，虽然是侪目屎困境，总是因为阮甲上帝结连，通过伊引带阮，互阮伫光引带中间来勇敢向前行。35年前，1990年的9月。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5年一遍的大会，伫这个法国的巴黎举行。迄年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专事工委员会真重要，因为咱正式通过亚太地区的这个大专的这个委员会，伫遐提出讲，望台湾，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大专事工委员会，用台湾 SCM 的名。要申请成为正式的会员，困难是啥？困难是中国真早就已经是会员，叫做 China SCM。但是中国伫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对迄以后，因就毋捌有学生、老师去参加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无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还是全世界的活动，颠倒。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专事工，伫亚太地区真侪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这学生基督徒邀请下面，咱常常受邀请参加，所以咱安尼成做赞助会员。所以伫1990年，咱正式提出望会当成做正式的会员。迄年1990年，我拄是台北大专的工作者。兼任咱总会大专的事工主任，所以迄边我有申请做大会工作人员，叫 steward， 是伫遐做工作人员。但是咱大专有派即个张丽淑长老去到伫迄个大会中间，伫感谢上帝，伫迄边大会中间通过投票正式接纳咱台湾的大专事工委员会台湾 SCM 正式成做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会员。当时我要分享的是，伫迄边的大会开会礼拜，伫法国巴黎一间真大间的礼拜堂中间举行开会礼拜，要结束的时阵，大家
619首这条圣诗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因为要共同支持、关心伫非洲受压迫的这黑人的基督徒，迄边哪年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彩带，迄个彩带内面分做5色，因为代表5大洲。啊，每一州的这个代表各国的学生，甲代表就拿因的色的彩带，分5队，伫礼拜堂内面吟，佮继续怎行出来伫礼拜堂的外口。啊！伫礼拜堂开始，行对这街路，吟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 摇这诗段，来表达对非洲因面对信仰压迫困境的内底，怎样伫上帝引带中间，咱勇敢向前。各位亲爱的兄弟，这款的见证，就是搁一遍的证明，搁一遍的见证讲，当咱伫咱的实况的内面，当咱信靠上帝，信心开来拢拿给天。所以伫1990年的这个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大会中间，伫遐通过开会礼拜的这个诗歌见证甲行动，来表达咱对于受苦的南非的黑人基督徒的支持。甚至是5年后，1995年，当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大会伫非洲的这个伊叫做科迪瓦，因为是原来是法国殖民的所在，后来独立，咱英文叫做 Ivory Coast， 中文叫做象牙海岸。5年后，无庆祝这个学生基督徒联盟成立100周年。无用因100年前1895年成立的时阵，伫瑞典北欧成立，但是100年的庆典是去到伫非洲象牙海岸的一个都市的这个大学伫遐来举行。迄年咱台湾大专有3个代表去参加，迄个时阵我拄好是总会大专甲青年干事，所以我是代表台湾 SCM 去。然后有一个学生代表，迄个学生代表。就是咱即马现任上联教会主任牧师的牧师娘玉民牧师娘。迄个时阵，伊伫台南高专的学生，迄阵伊嘛是蔡正道牧师的女朋友。伊就是迄个时阵代表台湾的学生，甲阮做伙去到伫即个象牙海岸。第3个代表就是齐信德牧师，因为伊长期关心亚太地区的大专工作，所以亚太地区请伊做代表做伙去。阮3个人第一遍去到非洲，第一遍去到象牙海岸，咱毋捌听过的国家，总是伫迄个中间所咧经验的是，通过普世大专事工的即款的合一的运动内面，咧讲起着咱怎样通过信仰去关心遐个受压迫的性命。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见证拢咧讲起着基督信仰。因为性命的福气，互咱信心开来拿给天。这拿给天，互咱咧面对的实况的内面，咱犹原勇敢向前。因为上帝的光引带咱勇敢向前。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性命的福气，伫84篇最后第3项，诗人最后的结论要甲咱讲。更较重要是第3项，咱在敬虔谦卑。信靠上帝的平安，性命福气，搁一遍要提醒咱，也是诗人最后的结论要讲啥？讲咱在敬虔谦卑，信靠上帝，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诗篇84篇的第10节到12节，诗人伫遐个别安尼讲，伊的结论讲：伫你的行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意踮伫邪恶人的厝内，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平，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第12节讲啥？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诚侪基督徒。咱一生因为信靠上帝，
咱学习用敬虔谦卑的关系甲上帝建立的人，咱真正有福气。因为咱既然伫耶稣基督，咱会学习，咱的生命时刻甲上帝同在。咱通过甲上帝同在，更加确信领受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嘛更加会当伫谦卑信靠上帝中间，活出一个诚实、正直、喜乐、阁有平安的生命见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伫最后诗篇84篇12节，就是伫遐真欢喜伫遐告别。当咱咧看到世界的价值观，甲咱完全无共的时阵，咱咧面对侪多元的挑战的困境的中间，咱就要更较清楚怎样信靠上帝，而且是用一款的敬虔、谦卑、顺服的态度来信靠上帝。那安尼，咱就有可能活出一个诚实、正直、平安、阁喜乐的生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日我特别找一本册来甲咱做分享。这本册叫做《天堂鸟的故事》，天堂鸟的故事。这本册是1992年1月出版的册，伊特别的纪念施俊德兄弟的一个纪念文集。这个纪念文集是特别咧提起1991年5月初8，当时伫台北、大专参与真久长的一个施俊德兄弟，伊已经大法律系毕业，然后伊伫即个军中咧做宪兵。1991年5月初8早起8点，伊伫迄个门口咧指挥交通的时阵，即个交通车对伊边仔过的时阵，无听指挥的人，结果甲伊夹伫迄个车，甲即个壁栏勒过去。因为安尼，施俊德兄弟的一个胸坎甲腹肚受真大的伤害，流真侪血。军队营部赶紧将伊送来三军总院，就是伫咱的这个总会无偌远的迄个汀州路迄个三军总医院，送去遐甲急救，结果发现非常严重，救袂倒来。虽然想办法8、9千的血要甲救，嘛无法度将伊宝贵的性命救倒来。迄天，阮拄嘛伫学生中心，当这代志咧发生的时阵，部队马上联络因的亲人，但是施俊德兄弟伫因兜是伊的查甫囝，顶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对细汉伫厝里是真友好、真乖的查甫囝，查甫囝。伊来到大学的时代，原来读台大心灵系，后来转法律系。伊参加台大师大中青团结，佮参加当时台北大专有一个叫做法律人团结。即大学系读大学的法律系，即兄弟姊妹为着要关心遐无法度对着法律帮战的人，因特别成立即个团结，伫礼拜日的下晡，伫遐来开放时间，来关心协助做法律的咨询，来协助需要的人。俊德兄弟佮参加济南教会青年团结圣歌队，佮担任少年团结的辅导。喺4、5年的中间，是俊德兄弟伊的一生上重要，对着人生的看法、价值观、伊的感情、对社会、对国家、对乡土的疼，拢是伫因为伫大专的时代。伫大专的团结，甲伫教会青年团结中间，受真好的培养造就。伊互人感受到的是，伊疼别人赢过疼家己。所以真侪人伫即本纪念册的中间咧讲，伊亲像是上帝派来的一个疼爱的天使啊。当时大专学生中心伫分河街有一个叫做云和学社。是专门做女学生咧住。即女学生若发现有走出来有鸟鼠甲家蛇，因敲电话给施俊泽，俊泽就骑伊的脚踏车去到分河学社，帮因甲鸟鼠甲家蛇掠清楚，
处理后以后，伊才安心回去伊家己的所在。因为同学伫遐咧回想，因班上同学有人要去国家音乐厅看音乐剧，但是无时间去排队。伊竟然志愿讲，我替你去排队买票，互恁去听音乐会。因为亲爱兄弟姊妹，伊伫圣歌队中间是最后一个离开，将所有袍、旗袍、佮电话禁完以后，伊才甘心离开教会。看到姊妹家己一个要转去，伊会用伊的脚踏车陪伊，还是载伊转去到因兜了，伊才转去家己住的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当俊德兄弟伫大专接触到环保的事工，伊就开始每工伫家己的册包内底放环保的餐具。伊毋但家己安尼要求家己，碰着阮嘛拢甲阮问：正哥，你敢有找你的环保餐具？伊对伫乡土的疼，对伫台湾社会人民的关心，是通过信用的中间，伫遐以经验性命的福气。伊是对中华南台湾教会出身的青年，总是伫大专的时代，伫咱的北区的大专，甲伫济南教会受真好的造就，然后搁较真做一个上帝所看重、真正疼别人赢过家己的一个兄弟。总是26岁，上帝接伊转去，无人有法度伫迄个时阵接受。为怎样？上帝你的旨意是安尼。5月17下晡，1991年5月17下晡，伫济南教会举行时阵的兄弟的告别礼拜。伊讲告别礼拜参加的人有500多人，礼拜堂内底坐满满，礼拜堂外口还有100-200个人徛伫遐参加一个告别礼拜。无论是伊部队中间的这同事，无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无论是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咧回顾伊的，就是怎样伫伊的一生内底，伊时常是疼别人赢过疼家己。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告别礼拜的时阵，洪树公牧师用一个题目讲耶稣哭，洪就讲牧师正面正道，伊家己哪讲哪老目屎，伊嘛讲耶稣这个时阵伫遮，耶稣嘛在哭。各位亲爱兄弟，为什么？伫人生的中间，当咱咧面对这死实的时阵，咱安怎去经验？信靠上帝，虽然面对艰难困阻，甚至死实，犹原要去经验见证上帝的疼。后来，伊的亲人伫遐告别讲，时阵对兄弟要安息前1个月，伊捌伫遐分享讲，若是我的过程对别人有帮助，我要分享我的过程；若是我的结果对别人有帮助，我要分享我的结果。伊的姐姐甲伊的爸爸伫遐告别讲，阮毋知，这个是过程还是结论，当时阮的告别。享受生命的是上帝，收回生命的嘛是上帝。各位亲爱兄弟姊妹，7、8个月以后，因的亲人出版一本册，来见证时阵对兄弟的一生甲伊的生命，怎样咧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咧分享生命的福气，毋是家己得到，搁较重要。通过伊家己逐日的生命。甲人接触的过程，伊的行动，伊的自我要求，伊甲别人的关系，伫迄个中间咧见证上帝生命福气，怎样伫伊的心上提醒伊、鼓励伊、引带伊、造就伊，互伊搁较通过伊的生命，成做别人生命的福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一本《天堂鸟的故事》就是咧见证。北区大专事工，时阵对兄弟一本册的见证，嘛是咧见证大专事工怎样咧改变生命、陪伴生命，互因伫一生的中间，搁较确信基督带来的福气，
无停伫我的心上，要继续成做别人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兄弟，后来得到赔偿金260万，因的厝里的人甲伊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中华县施俊德的纪念文教基金。这个文教基金到现在为止，拢咧每年发奖学金，或者大学法律系还是法律研究所学生。去年2004年有发9位学生1位5万块的奖学金，所以施俊德兄弟通过伊的性命，通过伊所留下的精神，通过伊所带来性命福气，继续咧对人讲话，继续咧见证咱怎样更较确信性命的福气，毋是干那家己得到，更较重要，伊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感谢咱双连教会蔡正道牧师，伊是早前台南大专真主启蒙大专工作者，后来伫台南福强教会牧会，到尾啊，咱双连教会邀请伊来到双连教会担任咱的主任牧师。伊长期伫大专事工的参与是真好的经验，嘛伫迄中间常常咧鼓励。伫大专事工内面，工作者通过甲学生做伙陪伴，彼此信仰的操碎过程的中间，常常伫遐得到鼓励甲帮助。伫咱双连教会嘛有真侪遮大专培养出来的遮见证者，包括比如讲咱的罗文荣长老、赖云亮，包括咱的苏某仁长老，包括咱的卢公新长老，包括咱的宜勋干事，伊是读树林、读大学的时阵，伫树林中心团队我甲辅导的，伊是真杰出的青年。伊毕业了，第一期间伫马街平社工社尾下，就是来伫咱教会做干事到即马。还有咱的即个仁泽执事，嘛是淡江的长青的秘器。咱看到遮尔多大专事工造就出来的遮个人，怎样咧用因的生命的福气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咱台湾基督顶一个大专事工所根据圣经的根据，就是路加福音书2章52节。伊在圣经咧描写耶稣伫12岁到30岁，伊的身体甲智慧哪增加，上帝甲人哪听伊。为什么安尼？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得到上帝甲伊结连的中间，伊生命的福气伫伊的心中日日咧造就伊、培养伊，搁互伊后来会当通过生命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原咱今仔日伫台北大专的即个奉献主日、纪念主日的中间，咱为着学生中心的工作者，为着北区大专每一个团体，三个关心、带导、支持甲奉献。我个人过去伫1986年到1993年7年伫台北大专当做工作者，迄个时阵就是拄咧经验施俊德兄弟的即个过程，嘛对遐过程得到真大鼓励、帮助甲学习。时代咧改变，总是上帝的听，上帝怎样咧帮助咱的生命？伫无共款的时代面对更较多元的变化甲挑战的内面，咱时时刻刻确信，咱得到甲耶稣基督同在迄个生命福气，咱嘛愿意分享这个生命福气，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愿望小咱伫回应的圣诗吟619首的时阵，咱嘛会当更较做伙看见上帝光怎样引导咱勇敢向前。礼拜要结束，咱吟307首的比调讲：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担当，一切就无艰难困苦。确实，大专事工就是咧造就每一个基督的精兵，一生归荣光于你义的正人。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至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搁一遍通过你的话鼓励阮、提醒阮、帮助阮，互阮确信，阮怎样倚靠、信靠你，得到生命福气。感谢你通过每一个时代，最信仰的前辈，以及
信仰的见证者，通过因生命的经历，通过生命所面对的挑战、困难甲目屎，常常咧提醒阮，生命的福气是怎样通过阮来带到你最搁较需要的人。愿意祝福阮双连教会，阮的事工，阮所做一切，也是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来分享生命的福气，也祝福台北大专以及北区或者大专或者受造就的校园内面老师甲学生，拢时时刻刻会当成做生命福气的分享者，来将一切归荣光伫你，利益万民。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敬听的牧长，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牧师姚宣晶。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今仔日会当甲咱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今仔日嘛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伫遮我代表学生中心甲所有团契学生来各位兄弟谢谢，感谢大家过去对咱长老教会大专的事工关心甲带导。为1954年开始，长老教会为着要关心外地读册的教会青年，所以就建立真侪中青团契。有长老教会的所在，就有学生中心。因为有咱的教会支持，学生中心伫旧年就是做学生事工70周年。伫这70年的过程中间，陪伴足侪学生来行信仰的道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七彩中会，还佫有台北中会所建立的一个委员会来做伙关心，甲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是合作的关系，做伙来关心即马伫大学读册学生。目前学生中心的团队总共有8个人，包括4位的传道者、2位的专职的辅导，佮有2位的行政的同工。这个团队来做伙来关心学生。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总共建立17个中青团契，这17个中青团契关心超过300位的学生。无论是即马搁咧读册，还佫有毕业的学生，咱的团队拢做伙来关心遮的学生。伫每一个团契，我拢期待会当成做大专校园的福音的据点，佮甲本庄的大学的校务室来合作，安尼服务真侪的学生。学生中心除了是第一线的6位的同工来做伙关心学生以外，学生中心嘛真迫切地敲找教会内面有热情的老师，也是专业人员的听者，会当成做一个关心的网络来做伙服侍青年，帮助青年朋友会当伫信仰中间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其实大学生即马我家己所接触的大学生，其实因真渴慕，心内真渴慕，会当有交心的伙伴，能够有很棒的伙伴，会当通过安尼的群体、生命的群体来、信仰的群体来找到生命的意义。伫即马学生的需求所需要的内面，我想大专诚做一个，会当诚做一个，互学生感觉有安全、感觉有支持的所在是真重要的。互学生伫伊生命中真无简单过生活的日子中间，会当知影伊的生命有人会当通倚靠，会当继续来仰望上帝来继续行。
所以学生中心通过真侪活动、真侪讲座，也是祝福礼拜等等的来帮助学生、关心学生。我想伫即个过程中间，陪伴学生毋是伫一个短短的时间就让看到效果的，迄是需要真侪耐心、灌压，还佫有听效，3年、5年，甚至是10年，甚至佫较长，才有可能看到学生开花结果。伫2022年的时阵是辅大中青团契40周年，伫即个感恩礼拜中间，张德林牧师张哥伊讲，大专生的宣教工作是稳赚不赔的，大专的宣教事工是稳赚袂了的。虽然讲这个学生看起来改成因所有的资源真无济，但是将来这个学生、这个青年人会当成做教会、成做社会，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帮助者。所以我嘛真认同张哥伊所讲的，大专宣教的工作是稳赚袂了的。伫即卖的社会的潮流，还佫有网络社群的这个演算法，其实互人甲人的之间缺乏对话的空间，嘛毋愿意甲无共价值观的人对话，甚至产生冲突。我想伫即个状况的中间，中青团契、大专中心会当成做青年人交流信仰的平台，会是一个真好的平台。伫即个所在，学生会当学习互相尊重，学习听对方听家己心内的想法，嘛伫信仰中来彼此鼓励、劝解，还佫安慰，互学生伫团契生活中间会当实际真正体会到互上帝疼痛的迄个感觉。所以，因为有安尼的疼痛，所以学生愿意佫较侪疼上帝、疼人、疼家己，会当家己的生活会当活出佫较虔诚的模样。嘛，学生中心嘛为着要回应安尼生命的需要，所以伫今年嘛有真侪活动，会塞真侪活动，遮个活动拢会当伫学生中心的网络的平台顶悬拢会当找到。真侪这个事工毋但是针对学生的需要，嘛针对伫教会中愿意陪伴青年人的辅导所举办的辅导课程，这个资讯拢会当伫网络顶悬看到。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为着学生中心设这个事工所需要的人事费、事工费来关心代祷。最后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继续来为学生中心的所有的团契学生的需要来代祷，嘛为着学生中心的团队同工的服侍家庭来代祷，阁有学生中心所需要的经费，望兄弟姊妹会当用信用卡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加入小云之友，会当成做大学生一年长期的支持。面对这个大专校园的安尼合场，学生中心知影家己所做真正是真有限，嘛有真侪拍拼的空间。望会当甲咱的教会一起组成一个宣教的网络，来伫即个网络伫即个服侍中间来彼此建立支持，当地即个世代的青年人。我家己嘛知影，真侪教会真烦恼，青年人无要伫教会，嘛有真侪少年人对教会真失望。但是我嘛想要用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所讲的话来彼此勉励。伊讲教会的未来毋是伫青年人本身，是独独伫耶稣基督。青年人爱做，毋是要重新起造教会，是要听叹上帝的话语。教会爱做，毋是掠青年人入教会，是要
教示搁宣扬上帝的话语。愿潘霍华牧师安尼的勉励会当成做咱的帮赞，会当互咱继续忠心宣讲上帝的话语，行出伊的旨意，搁将咱教会的未来、青年人的未来放伫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愿上帝的恩典加倍赐互咱众人，经过咱每一个人所为上帝伊的上帝国所做的工。感谢大家。这时，请咱撒迦利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成圣诗第619首，成圣诗第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咱起立来吟。请咱来奉献。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阮愿意奉献的，毋但是金钱，更加是阮的专心、专灵，会当食做主你合用的器皿。
所做的会当合主的心意。我嘛要愿意做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成做一个人的帮赞甲祝福，特别成做青年人的帮赞甲祝福。感谢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北区大专事工奉献主日。感谢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姚宣丁牧师代表前来本会第一场礼拜正道，加伫3场礼拜中请安报告。嘛感谢陈义牧师代表前来本会第2场、第3场礼拜中正道，也感谢杨必伟牧师代表前来本会第4场礼拜中正道，大师梁清林阿姨同学代表前来请安报告。愿上帝祝福大专中心所做校园事工以及大学生的信仰生活甲实践。第2项，设到112周年野外礼拜，伫下主日3月初2，地点是伫马街医学院多功能活动中心。伫早起8点15分，咱爱伫教会1楼来集合报道。每一个车若到齐，就要发车。上尾发车的时间是8点半。咱的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礼拜伫3楼的展演厅。12点到12点40用餐，12点40到12点50，咱要50分，咱要翕相。12点50到2点，咱有活动伫2楼体育馆。2点的时阵，咱游览车就会倒转来。有相关的注意的事项。第1点，迄天本堂敢若保留第1场的礼拜，请兄弟留意参加。第2项，游览车的名单伫本主日以后会当伫教会10楼的公布栏，也是教会官网，也是打电话来教会办公室来确认。请你莫私下来换车。第3点，配合相关的行政作业，若是你已经报名的，就无要受理退回甲换人。迄天请伫教会1楼的走廊，所有的车长来报到，摕你的买坐车的票，摕名牌了到指定的地点来等车。第4点，游览车的坐车的地点，第1车到第6车伫台年大楼头前的林贤道，第7车到11车伫中华银行头前的林贤道。若是你家己开车的，请你爱家己找停车位，会当利用学校附近的停车场，而且伫你的头前的玻璃爱留你的联络的资讯。若是你坐游览车的兄弟，请你爱用你的名牌来上车落车，安尼阮才会当熟悉甲招呼你。午餐，请你凭这个餐券伫中昼12点10分以前，伫3楼的展演厅门口，也是伫4楼的中庭来领取。
第7點，迄天主日的禮拜伫3樓電影廳舉行。根據馬家醫學院的規定，電影廳內底袂使啉食，袂當食樹奶糖、檳榔、甲食薰，請兄弟姊妹配合。第8點，迄天上午的兒童主日學甲下晡的活動會佇體育館進行。根據馬家醫學院的規定，若是你進入內底查的地板運動也是活動，你必須愛穿平底鞋，還是運動鞋，袂使穿皮鞋，還是關打啊，會損壞擦地板的鞋入場。體育館內底袂使啉食，袂使食樹奶糖、檳榔甲食薰，請兄弟配合。第9點，活動結束了後，下晡2點會佇體育館內底叫購車會來車牌來集合，再照教會安排的時間來就車。好，日8會紀念基督會7000中會教社部甲本會合辦的日8紀念基督會，要佇2月27號，這禮拜本周四暗時7點半，佇本會7樓禮拜堂來舉行，請兄弟踴躍參加。這是咱要請蔡牧師來歡迎來賓甲牧養代禱。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來介紹第一遍甲咱做伙禮拜的兄弟，遮有2位吼，第一位是郭明山先生的兄弟，古明山弟兄哦，伫遮吼，有中教會吼，歡迎，請坐。第二位是張福生兄弟，後一條表，好。歡迎，唔知影到要介紹到的，咱中間，請咱2位貴賓等下禮拜結束了，到咱的貴賓室，互咱做進一步的介紹甲接待。牧師來嘛要特別介紹地牧師甲姚牧師吼，感謝因今仔日的服侍，吼，感謝。拄則報告中間吼，就是講咱後禮拜有野外禮拜吼，所以請大家較斟酌咱的迄個野外禮拜的遮個通知吼。咱等下出去了，你就咱去找咱大概是坐第一台車吼。咱後禮拜會再一來就去迄個1樓的所在吼報到吼，順序來上車吼。因為講咱的野外禮拜。會當真順利來進行，即屆攏總應該有差不多600位啦，吼，600位。家己開車有若誠濟啦，吼，所以請大家就講照迄個規則來行，吼，就攏袂重大去，吼。個另外就是咱禮拜四暗時7點半佇7樓禮拜堂有舉行228的即個祈禱會，吼，咱甲7000中會教社部合辦的，吼。請大家會當撥時間來參與。這時陣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你看顧阮、保守阮，真做阮的瓦靠。阮願意專心信靠你。主啊，阮特別為着阮中間的兄弟來祈禱。如果若有心神憂傷的，求主親自安慰；有身體病痛的，求主親自醫治。阮也特別為着奉你的名所設立的台北學生中心來祈禱，求主親自真做因的保守，真做因的帶領，保守看顧因的工作者，互因佇服侍過程中間力上加力，溫上加溫，也保守參與佇因的事工的所有這學生老師，攏會當因為因的分享。來得到福氣，校園誒其他學生來得到福氣，求主親自賜福看顧，也保守看顧我們每一人。佇今仔日離開教會了後，
会当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延光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上演307首比调，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咱起立来吟。愿至圣上帝人民甲听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帮赞，甲咱众人三甲之地，特别甲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工作者、北区大专所有学生、老师，以及阮在座每一位，互阮的一生坚持得到生命的福气，也成做别人生命的福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者。